開始前，先同大家分享一段經文，箴言4章7節，智慧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要用你一切所得的換取聰明。喺10月初，我啱啱結束咗本季栽培班嘅課程，同同學們一齊完成咗認識舊約書卷嘅學習。喺呢一刻，我不禁回想起30餘年前初次踏入懷恩堂嘅情景，湧起好多回憶。嗰陣時候嘅主日學課室就係而家102到112嘅位置，當時仲係一片空曠嘅停車場，四圍冇門、牆同埋間板，空蕩蕩嘅，直接通風。上堂嗰陣時候，我哋僅用活動屏風作為各班嘅簡單區隔。老師咧係用流動黑板，主要係靠分發講義進行教學，冇電視機，更加冇冷氣。如果上堂嗰時候唔專心，可以聽到隔離班老師嘅講課聲，甚至如果隔離班老師講一個笑話，我哋班個同學都可能會笑出嚟。環境就談不上寧靜舒適。雖然外界嘅條件簡陋，但係同學們依然用心謙卑嘅學習，嗰份對真理嘅渴慕，至今仍讓我感動。後嚟經過2次嘅翻新改造，停車場終於變成而家嘅模樣。如今設備齊全，寧靜舒適，為我哋能夠系統地學習上帝嘅話語，提供咗極大嘅便利。進入咗2000年不久，接受咗主日學校長嘅邀請，開始喺基礎班輪流擔任教導嘅工作。坦白講，接到邀請嘅時候，我有啲膽怯嘅，尤其是當我知道班上有2個學員係博士嘅時候，真係壓力山大。感恩有太太喺背後支持，成為助教，呢份忐忑最後被平安所取代，因為我哋2個能夠成為佢哋屬靈天路上嘅同行者，本身就係莫大嘅榮耀。去到2012年左右，愛華姐將長青班交託俾我哋。呢群年長嘅弟兄姊妹十分可愛，佢哋自稱為忘記班，自己嘲笑自己聽咗就唔記得咗，但係呢啲都係佢哋嘅謙虛。事實上，佢哋每週都準時學習，而且唔會瞌眼瞓。佢哋對學習嘅忠誠同埋熱忱，讓我哋深受感動。喺3年前，主日學經歷咗疫情停擺，重新開班。長青班因為各種嘅原因，從原來嘅30多人減到8至10人。適逢進深班需要擴大空間，終於我哋2班決定合併。咁樣一嚟，我又從老師變翻為主日學嘅學生，咁讓我體會到喺真理面前，我哋永遠都係學生。到咗2024年，我又接受邀請，每年教導1季栽培班嘅主日學。從最初嘅學生到基礎班嘅老師，長青班嘅帶領者，而今成為既係老師又係學生嘅信徒。喺呢30餘年嘅學習同埋服侍，見證咗教會環境嘅轉變，同埋更加見證到神恩典嘅豐盛，同埋主日學傳承嘅重要。常常都有人問：主日學真係咁重要咩？參加崇拜就夠啦。我就會同佢哋講，其實好處真係好多嘅。第一，明白真理，透過老師嘅講解，讓我哋對聖經嘅話語更加容易明白消化，幫助我哋穩固根基，使我哋對所信嘅更有把握，不致動搖。第二，靈命成長，透過深入思考同埋彼此分享上帝嘅話語，更加能夠進入我哋心裏邊，幫助我哋在生活中活出基督嘅樣式。3，團契支持，喺課堂上面與弟兄姊妹嘅交流、代禱、鼓勵，建立咗深厚嘅靈裡情誼。呢啲嘅好處係長久以嚟支持我哋走天路嘅力量。喺呢度誠心希望年輕嘅弟兄姊妹能夠1，積極學習。你哋處於精力最旺盛、記憶力最好嘅時候，請嚟參加主日學。而家所學嘅聖經知識，將會係你面對社會挑戰、建立基督化家庭最堅固嘅指南針。第二，參與教導，成為下一代嘅祝福。
你可能會覺得自己資歷尚淺、知識不足，但係請記得，教導嘅過程本身係一個最好嘅學習。當你準備課程嘅時候，會迫使你更深入嘅去理解同埋消化真理。當你將信仰同埋生活上嘅實際問題結合起嚟，你嘅信仰會變得更加真實，更加有生命力。況且，你哋更加了解當代年輕人嘅話語、挑戰同埋困惑，能夠用貼近佢哋嘅方式傳達古老卻永恆嘅真理。你哋嘅熱誠同埋活力能夠感染課堂，使主日學更具吸引力。主日學係教會傳承信仰、造就門徒嘅好地方。我哋年長嘅一輩好樂意繼續分享我哋嘅人生經驗同埋屬靈體會，但係福音嘅接力棒最終又係要傳到你哋年輕人嘅手裏邊。最後緊用彼得後書3章18節呢節經文彼此勉勵：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。